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一个案件受到大众来注目，家暴的这保护令敢有法度？一张保护令看起来敢是大护令？束手就缚，万事就和平嘛？五望法律会当顾甲密，敢是符合实际的做法？敢还阁有其他的解答啊？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立新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淑芬。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民主进步党立委吴捷。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咨商心理师刘一兴。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另外在线顶的是咱老朋友台湾律师以及美国律师夏洛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然后呢，小等还有一位林律师呢会到来现场。首先，咱先来关心有妇女呢摕到这个保护令了后，却同款受到暴力对待，甚至前一阵啊，有人在街仔路顶头去用抬死。有立法委员建议修法，增加到电子监控，来保护民众的安全。经政署、法务部甲卫福部拢表示支持。卫福部部长邱泰源嘛答应，一个月内会跨部会来开会讨论，上紧半年之内提出修法的草案。各团出技术家暴被强，家己最上乡找到透早点半，有一个翁某因为不明原因吵甲真厉害。30岁姓儿太太情绪失控，提水果刀啊堵向36岁姓曾的先生，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将先生送医，不过最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姓儿太太1年前有申请民事保护令，详细案情依然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王女持水果刀刺伤庄男，庄男送医不治，全案依杀人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重大家暴案件，包含新北土城杀车案、台北酒店女公关和10个朋友挂后身亡。有立委认为，被害者伫已经合法保护令情形之下，依然互加害者杀害，这期家暴令失灵。法务部有防性羁押制度不够周全，爱去检讨。这显然连被害人的家属都觉得，这个加害人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警方移送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所以这个司长，我要建议你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检察官在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不足的。空窗期的时候，咱们来加强。第二个，那个刑事的一个强度，执行的强度，还有我们也会跟司法院还有法务部，还有内部警政署来继续来协调来开会。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已经检讨这项机制，会就保护令的申请到合法的安全抗判期，强化风险防控，佮提出2项精进措施，包含强化庇护安置甲警备安全服务，缩短民事保护令的审理甲合法时间，希望引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守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头仔看这新闻台内面所讲的代志呢，只是这个代志之差不多1%了尔。因为处理有发生这种代志这用态足济后遮后黑。那么其实这个案件在发生了后，阮就是挑剔要甲即嘛超过差不多10天才来讨论，就是要避免这事后孔明啦。因为也有人开始骂检察官啦，骂法官啦，骂这个警察啦，骂社工啦，安全都安全。咱来看这保护令顶头写的我现在读一个伊讲禁止相对人这交涉接触、跟踪、通话、通信非必要行为，这我甲你讲是，这咱过去咧讲的，防君子无防小人啦，这要安怎？就规矩较凶的，残豆干切5甲长起来，安尼就对吗？法律会当马上安尼做吗？还是讲有人讲无啦，这个加害者就是因为看到这张规人压起来，
吼，才会气个个。所以吼，咱都爱吼较温顺的，啊，有即个社工搁较温温啊讲，哇，这啥害了？这爸仔囝咧骑一只马吼，到底是老爸骑马，还是囝儿骑马？我要先问吼，副警长吼，恁看这个案件，我应该吼爱先甲观众朋友讲咯，这个案件咱是爱甲看做是特例，还是通案？副警长。我台语无啥好，我用国语 OK 吼。其实我感觉这应该是嘛是特例啦，因为咱毕竟还是有13万件，每年有13万多件的一个家暴的通报案量。那其实上申请保护令大概也有80%它是有效的。啊，都刚刚这技能侠都是较小人，都是它的有一些特殊的状况。那我们事实上之前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说，其实现在家暴法是相对的完整，但是它还是透过这几个案子，我们还是有看到一些遗漏的地方。比如说像如果以土城的这个案件，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说，检察跟警察跟社政的一些资料，它是没有办法稽核的，所以当时那个检察官他是没有办法在第一线拿到这个摕到笔录，唔知影行为人已经有这侪家暴历史啊，其实进前嘛拄啊甲发生啊尔，伊拢唔知，所以他在第一线他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要不要羁押？那这个当然是一些资料勾稽的问题啊，再来就是那个相对人的服务，或者是所谓的加害人处遇计划，其实这一块一直都不是很强制或很完整。其实我们如果拿被害人来讲，被害人他一旦被通报，他就几乎是全面性的被保护。那甚至在有一些县市，65岁以下，不管有没有需求，他都会开案。但是我们的相对人基本上是没人去参与啊，除非他自己愿意主动，除非一个也被主动求助，一个也被想要去寻求一些协助。啊，你知影有一寡相对人吼，那拄着讲他的妻子被安置啦、庇护啦，或者是刚离婚啦，或者是争监护权的那个状况，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多情绪，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应。听讲这个土城这个案是登记吼摕物件，啊，因为迄个存钱的这个桶啊吼破去两个小量，是啊口角了后啊开始4、5级呀。啊，这因处理代志啊，我有通啊，一个人啊，缀个尻川尾安尼，一直缀掉。啊，毋过进前这个案哦，进前伊有相对人服务哦，迄当中的相对人服务迄边都有感觉就有暗示讲他还是有一些报复的心态啦，就是说他的情绪还是有通报，啊，毋过拢伫下警遐，啊，警察跟检察官遐毋知。哎，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资料勾稽的问题。那当然，它也会涉及到个资法啦之类的问题，所以的确还需要行政单位好好的研究一下。也许吼，小等是社工还是咱心理师会当讲，就是讲以社工的立场讲，这个看起来这个阿母奶呢，这个可能有危险性呢。我不管如何，除了登记了，我进来我较加保一下，我敲一个电话，安全都安全。这敢有法度？应该是有法度，啊，毋过就是这偏偏就是无法度，这案子就没有成功，对。我先问委员吼，委员咱真侪委员拢对这个案件表示关心嘛吼，但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吼，这电子卡照吼，甲张起来安尼吼，啊看伊啊扑去倒位吼，安尼都一切 OK。你敢是这个立场，还是讲恁其他还有其他的想法？应该是讲，敢需要用到这个电子卡了，这爱讨论呐。无讲一定爱哦，讲也是讲一定无爱，因为即马阁有足侪讲，若是要做，啊是啥物方法来做，到偌严重爱做。啥物程度？对，是拍人一摆就爱用，还是讲3摆，还是几摆，还是讲你用了是偌远，加害人是偌远，爱开始通报。所以这拢爱讨论啊，所以讲足侪物件，毋是讲即马爱好，也是无爱，啊，只是讲，因为阮看到的是，足侪国家拢有咧做嘛，啊，这可能是一种方法，吼，所以讲，昨我咧咨询的时阵，嘛是安尼提出来，啊，甲部长讲，即马人国家拢有安尼做，啊，咱是毋是来讨论者？啊，其实我嘛问过警察。
因嘛是讲，其实这是袂歹的方式，因为因是感觉讲，定定拢是讲要接到通报啊，要过去，已经袂赴啊。这就是咱上烦恼的，讲已经警察到现场啊，结果人已经无啊。这要安怎？像即个啊，你讲偷车即个案件是本来已经是6月时阵，已经这保护令已经退掉啊，即个查甫的已经转去屏东啊，伊家己是住新北嘛，要毋过伊讲7月时阵，伊要转去摕物件，因为迄查某会足烦恼，所以讲好，我物件囥外口，伊囥外口，结果咧。迄查甫转来，就感觉讲，为虾米你无爱互我入去？所以伊就甲物件拢有破，两个开始冤家，伊就隔工，伊就对着即个，伊就甲伊杀死。所以，我感觉好像讨城即个案件，像拄则副执行长讲的，即个案件是警察伊接到通报的时阵，为虾米伊无法度知影过去即个人已经拍过因某啊？伊咧查的时阵查袂到呢，所以昨我就问讲，我就问检察官讲，奇怪，恁遐毋是拢有资料库吗？恁的资料库内底哪会无？因讲有啊，只是讲即个案件，迄个当下，即个警察记做是一个单一事件，所以伊无通报，就无去查。伊无去查，即个伊的历史拢无。提供予即个检察官，检察官就甲伊放转去，没有羁押。这应该听起来安尼看起来吼，这还原起来是讲警察可能资料甲社工的资料也无串联到阵吼，动作也无落实，所以伊毋知影即个人也无落实吼，较危险。但是我的好奇是讲吼，那一般这老刑事啦。吼，但敢若是听路看到迄人的面哦，知影讲，即所可能是迄个通缉犯，伊就来身份证来摕出来小看者，吼。但是我当然咧，我来讲咱唔通事后孔明啦，是讲制度性是安怎来破败？他做委员啊讲，我每一个动作必须爱互相的资讯爱当通。那么这方面连警政署也来出面哦。对，所以这我补充一下，像拄则主持人讲的，即马是因为一般的警察无法度查安尼的资料。各自法的保障，是，所以无法度去查。所以伊的这家庭暴力的历史是爱家防官才会当查。所以像即款伊通报嘛，伊拍119，警察到现场，伊无法度知影讲过去的历史是啥物，因为伊无迄个权限。所以毋是挑工的，是无法度查。对。但是我也是爱讲这应该是接受差不多1%至2%的这个案例，真极端的啦吼。讲到极端，我要问啦吼，这种极端的物件，这个相对人吼，这法律上叫做相对人啦，咱唔通讲加害者吼，叫相对人哦。伊看到这个家暴兵，人规人压起来，这阵时咱敢有这个有这个资源、能力吼，通好每一个拢照顾王树像鸡尾炮，逐支就拔透透，去甲顾条条安尼，敢有法度？其实。阮会看到这个新闻事件，就知影讲，这不是万灵的啦。在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做社会安全网。对，这个社会安全网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去试着去接住这个社会上很多需要协助的人。那包含说，今天我的这个感情关系碰到了一些有一点类似恐怖情人的迹象出现的时候，我有没有就是顺利的进到这个通报的机制这个系统里面？它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前提。那像这个新闻案例来说，伊是有顺利进到这通报的，嘛摕到这保护令啊。
但是讲，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就是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保护令它不是万能的东西。我们就算知道说这个人有风险，可是如果今天人是狡猾的，人也是有自己的方法，他是想办法藏在暗处去跟踪，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确实是像刚刚朱麒麟讲到的安尼，无法度安尼大项拢事事拢甲顾到啦。啊，即摆现有的法令内面，敢有恁即个心理咨商有通介入的所在？是有，基本上伫迄在通报这个关卡的时候，基本上心理师甲社工会互相合作。是讲即个个案，阮讲即个董树林，伊若是有提出要咨商安尼需求的时候，但是伊就要家己举手。嘿对，嘛有当时会是就是社工。尤其是相对人，伊可能就无爱举手啊。嘿啊，对啊，但是那是薄荷林来控制，薄荷林来强制他要加入那个加害人的处置计划。秘书。嘿，有当时伊嘛是无爱啊，嘛是无爱，都是迄1-2层违反保护令啊。我刚刚看到迄个沉默的羔羊呢。这法律就无法度讲完全照文啦吼。我先咱教场的律师吼，林家轩律师吼，就现有的这个保护令的这个法令相对甲乃至到讲家暴，这相对的法令，你认为有交转无？讲要交转，真正是就难。先拖一下大气。其实这个新闻吼，阮律师看的嘛是，嘛唔知是讲啥物嘛，真正嘛是唔对啦，因为。这种状况吼，法律是人咧定的啦，一定有无交转的物件，伊所在甲物件啦。你讲真正交转，那真正交转，可袂发生这种代志。毋过你讲即个保护令要安怎去改，安怎去互伊搁较交转的，其实阮嘛是有甲同事去讨论，即马其实真歹去甲改，也是讲安怎的原因是，像即个案件，即个土城的即个姊妹仔，其实是。我去看迄个事件，是因为，因翁甲拍嘛，拍了因为保护令其实应该是蛮算严重啦，所以吼4点钟来法官就有即个紧急的保护令落来，结果保护令落来了，可能是因翁搁转去处理摕物件，两个搁冤家，所以因翁搁敢若摕物件甲去弹嘛，可能嘛无甲弹啦，搁毋是对人弹，毋过。就是可能安尼摕物件牵安干嘛安尼，我嘛毋知，因为报告无写到足清楚的。毋过，因为伊去做这个动作，其实是违反保护令，所以因某去报警了，检察官就去甲找去问嘛。毋过因为虽然讲违反，毋过无介严重，其实伊就是单等物件尔，无搁甲拍，所以检察官问完了，想讲。真正可能无遐严重，搁甲放倒去，嘿，搁甲放倒去，搁出代志啊！就是愈想起毛愈歹。嘿，其实实务上有一个真困难的问题所在是，一开始检察官啦也好啦，法官也好，阮真正足歹去看即个人摕到保护令了，是毋是会规人起掠讲？他拄仔吼，因为副执行长讲社工其实有相对性较济即资料甲报告，只是讲。警方也好，检察官迄边也好，拢无自信的即个对顶，有通看到这报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毋是讲全部的检察官，毋过有部分的检察官啦，伊其实对为，伊若是受到这个案件，讲就是阿某冤家尔，这件无遐尼严重。人伊家来事。嘿，可能有当时的状况是安尼，两个人拢有保护令。所以一个人出代志的时阵，检察官甲伊讲，这就是翁仔某冤家，这无遐严重。伊无想到讲，其中一个人可能有，就是伊的这个情绪也好啊，伊的状况足歹，所以这真正是有当时真正袂当讲。若讲像即马像委员因吼，要来修法，上无起码迄电子卡鑰吼，甲扣起来。这有一个问题是。电子卡了是羁押的一个，我们说替代措施。你看这个人有羁押的需要了，毋过你应该说你看这个人可能有需要羁押，毋过你看起来
可是程度阁无到遐尼悬，所以你可以当选电子的脚疗。啊，毋过真侪状况是，其实像我头拄仔讲的迄个状况啊，伊是摕物件去等，可能嘛毋是等因某。所以检察就讲好，你即马违反你个保护令啊，你是有罪的，所以我可能会起诉你。啊，毋过即个状况无严重到我会甲你羁押，所以伊嘛会去考虑到迄个替代的迄个电子卡所以疗。就是恁的观点就是讲，这个电子卡照是替代性的羁押。对。啊，除非讲你已经到了羁押的这个标准。我认为你有羁押的必要。必要。但是啊，佫无遐严重，可能袂遐严重，倒掉的安尼。毋过迄个状况是，检察我可能嘛无法度去判断讲，我到底有羁押的必要无？歹流俩呢？嘿，真正。咱来看吼，外国的例吼，因为这个美国吼家暴案吼足济，我来请吼咱老朋友夏洛林，咱的律师吼，歹势互你纠正啊吼。你甲咱讲吼一项代志，在美国的家暴的这个处理吼，一般的这个流程当中。社工的角色在哪里？然后吼，这个相对性的处理，够有较明确，而且甚至明确甲讲，较有点 arbitrary 安尼。律师，我先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因为头拄主持人介绍，因为我同时即马是咧加州，就是咧执行心理师的即个工课啦，所以我拄好是有处理到。真侪做家暴的交迄款儿童保护的案例啦，所以头拄吼，大家咧讲，土城的迄细节，我本来毋知影遮清楚，啊，就甲大家分享一个例，是我旧年处理的，旧年也是前年处理的，就是伊嘛是有一个保护令落来，啊嘛是家暴的案件，啊因为足侪年啊，伊嘛住过 shelter， 住过庇护所，啊，佮转来啊。即摆就摕到上新的保护令是1年，啊嘛是即个先生要转去厝的摕物件，拢共款的吼，而且伊佫有2个查某囝，伊要转去看查某囝，啊想要讲摕物件的理由，啊逐摆就会花啊会如安尼，啊即个人身保护令，因为伊有一个儿童保护的即个目的在内底，所以伊是完全要求讲，毋是干那讲你互禁止的人，你互申请的人，你嘛爱同时爱遵守这个保护令。所以迄天发生代志就是，我这个client 妈妈敲互我讲，囡仔互人带走，发生啥物代志？因为因先生要转来摕物件，因为因2个是有保护令存在的这个状况。社工拄好来一个，毋是抽查，毋是故意的，但是伊就是不时会来家访。伊家访的时阵，7点。发现讲先生为虾米在厝内底，马上拍电话给警察，迄个社工拍电话给警察，先生马上被逮捕，小孩马上被带走，然后伊就是妈妈就是就紧张讲我囡仔互人带走，因为我头拄放伊入来，所以这个对这个家暴的情形，定定是因为在心理上伊的界线有问题，伊袂当讲迄人足歹，还是讲该歹，还是安怎，伊会退让。所以伊就互伊入来，互伊入来，即个就袂当对着儿童有保护。所以社工伫社会安全网马上处理的情形，就是打电话911，警察马上来，先即个爸爸先逮捕，然后小孩先带走，做所有的安全处置。了后，恁再去欢迎妈妈来证明公你也当保护囡仔，保护令你也可以好好遵守。啊，爸爸要强制心理治疗。妈妈有的时候她也会有建议的心理治疗，那法院都会做后面的裁决。啊，你就爱去法庭，甲法官讲清楚，讲我会去接受心理咨商。啊，妈妈嘛会去接受就是讲安怎讲，你嘛爱去互法官问你会当保护囡仔袂？你若是袂当，你嘛爱接受心理咨商，你爱有够力来保护家己甲囡仔了后。我才会当放囡仔转，无我会惊讲有安怎讲悲剧，还是讲对囡仔有创伤的发生。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心理师的部分，我是感觉咱台湾的社会安全网无够强甲清楚。安怎讲？伫美国，因为进前咧有一个法律是伫 Berkeley 吼，有一个查某囡仔，互一个伊的前男友。
安怎讲胎死，所以伊迄个妈妈就走走，就成立一个 Terrace Walk 的法律吼。这个法律是讲，亲像阮在做，若是你做医师、护士、老师、牧师、心理师，你若听到讲，比如讲这个拍人的这个先生是我的当事人，是我的个案，我听到伊要讲伊有保护的心理，伊要倒一天，我就是要去找伊算账。你听到安尼，你在法律上，我做一个心理师，我有法律上的义务。我若是无做，我会付罚钱吼。我爱有这个法律上的义务，就爱通知吼。这个就是平常时咱拢完全保密，但是这个紧急的情况的时阵，你就会使讲，你爱通知这个当事人，还是讲通知警察，讲我即马我的当事人可能有危险，要去伤害别人，所以我爱做通报。我嘛甲我的当事人事先就讲，你若是有要伤害家己、伤害别人，咱就袂当甲你保密。伊有时啊若讲出来，还是讲我发现伊有讲出来，讲我就是要找伊。安尼情形的时阵，法律就一个例外讲，你这心理师还是讲护士是啥物人，你知影，你一定爱通报对方交这个警察来保护。这就是讲一个这咧才叫做社会安全网。就讲大家拢有一个角色。警察嘛去抓，社工嘛去家访，心理师也去咨询，也去通报，然后法官最后做裁决。那裁决了，有诶较严重诶，就是第一步已经先逮捕，所以这个爸爸一定是咧加落来对。然后再讲好法律程序来看，关于有道理无？无道理当然判。但是讲你犯第一摆、第二摆、第三摆有 GPS， 就是参照。有点像电子脚镣啦，就是讲 GPS 要知影讲你的监控，你若是有接近他，因为即马科技足发达嘛，你若有接近他，伊就会有 alert， 就会有发现。若是搁较严重，你就会1000块的美金罚款，交最多可以监禁1年。若是搁有较严重的伤害已经发生，涉及伤害，你就会进入真正的刑事程序。这是美国即马在执行的情况，是我亲身经历的，来给分享。林律师吼，你头讲到头一个案例的时阵吼，你讲到一个点，就是讲社工拄啊好伫因厝里，看到这个上来拜访，来7点0来拜访，拄啊打来拜访，吼第一，这第一啦吼，时间性就拄啊好啊吼。我要问讲。在一般性的案例吼，在恁所经手的，在美国所经手的，至少是加州也好，这种来拜访的这个 frequency， 这个频率有偌悬？安尼讲吼，对的，你这讲问题就好，因为这社会安全网吼，就是讲你爱有频率的，怎么讲 ？How frequent？ 所以，伊这吼，伫迄案件都开始，都成立，应该3个月内吧，未减轻的 level 的时阵，至少我知影至少，因为伊要来拜访这个厝的人，交囡仔有猜，伊这社工嘛交我心理师联系，问讲伊即马还是讲你交囡仔讲的状况，即马你会感觉妈妈需要心理咨商吗？至少一礼拜会来一摆。你若讲爸爸要看迄个囡仔的情形，是社工吼，伊会带囡仔去附近的公园，还是讲安全的所在，还是咧公共场合，就是安全的所在，互这个一方面，另外一方吼，就是爸爸还是讲妈妈会当来看这个囡仔，就完全袂当接触，这个2个人就袂当接触。我安尼听起来，这美国的这个社工，这人力真充足哦。对，嘛是交阮拢是完全就是伊交阮完全配合，交法官、检察官嘛拢会当通话，还是讲会当给那个判刑的建议。譬如讲，伊问我讲，我感觉安怎？我就是感觉有需要，伊会建议法官爱强制那个加害人接受那个心理咨商，尤其是
anger management， 怒气控制，怒气那种就是你会生气的冲动的就是 anger management 的课程。啊，你若是无参加这个课程，强制接受得到这个心理师的报告，你会监护权的争取，你会可能会输。啊，若是他昨下所争论的讲，什么时阵开始会甲身躯顶头甲创一个 GPS， 迄是什么要件？通常这个要件是已经有违反过，譬如讲，相对人已经讲，这个太太已经讲啊，伊有一摆吼，伊虽然有这保护令，啊，伊在我公司等，还是讲伊直市电铃吼，甲我骚扰，还是讲有啥物款的，已经报警过，啊，已经互法官知影讲已经违反过，啊，而且伊是超过伊有违反，啊，安尼会当有 GPS， 啊，这当然是法官咧判断。啊，头头我搁要讲补充一个，就是真重要的。伫美国吼，阮拢知影讲爱提醒即个太太，还是讲安怎讲申请保护令的保护的当事人讲，你爱把迄个保护令order 吼，啊，交相关的文件，你爱放在随身携带，或者是在你的手机，还是在哪里明显的所在，马上打电话911的时阵，警察就可以看。你就讲啊，这个吼，我有这个保护令啊，有啥物款的历史啊，我今晚有啥物需要，请马上先把他带走，先逮捕呀，先逮捕是第一要件，因为先逮捕可能一缸两缸，你没有羁押嘛，对啊。所以这应该是行之有年啊，在美国大家社会有共识啦。是啊，所以。连移民来的中国人拢知影讲啊，你若吼，你袂当拍囡仔吼，啊你若是拍某嘛，代志就大条啊。代志大条会掠去，啊你的吼，若较严重的，妈妈嘛袂当保护囡仔，囡仔嘛互人带走，带走了后，毋是讲我要互你做爸母，是讲感觉讲你有需要从教育吼来帮助你安怎知影讲维持界限啊，做这个爸母啊，然后再甲囡仔甲送倒来安尼，伊有一个这才叫爱。律师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问你上尾一个问题啦，吼，较 overall 的问题就是讲，美国人咱通常印象当中拢是较个人主义，吼，较小家庭，翁仔某夫妻调这种关系，啊嘛，乃至讲较保护自身，但是国家的力量要介入的时阵，其实是真强烈的吼。是。那么，你认为台湾的社会有可能做到安尼吗？我是希望嘛，我台湾是我的家乡，我嘛是希望台湾在文化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进步。要安怎讲？伊注重 privacy 是讲咱平常卖 gossip， 咱不要八卦，唔通问人家侪物件。但是咱对守法正义的代志爱勇敢。美国人是讲你尊重隐私，但是你今天违法，我们就那个叫做什么？就是照规矩办事。你就爱照规矩来，每一个人身躯拢一个位数啊，吼。嘿，所以我是感觉讲文化上，咱是变做讲，咱啊，敢若做亲近的啊，问足侪代志，但是别人出代志也是用冲突，也是啥，咱就是较相怨，就是想讲啊，较无咧报，嘿，较无咧报啊，无要紧啊，人咧夫妻咧吵架啊，较无啊，讲我唔是我咧讲，就是较无，唔是讲我不想讲说没有正义感啊，就是较无道德勇气。所以你嘛就变做法治的遵守嘛比较弱，你不想要惹事，所以你就会较无较勇敢，啊，就惊讲哎，你会插掉，啊，不要管别人的事，安尼。我是感觉30年前吼，有一首歌吼，叫做 My Name Is Luca, I Live on the Second Floor 啊，这 Susan Vega 咧写的这首歌吼，我请律师在线顶小等的吼，我请这个病来的这个产务的咱的专家学者吼来回应一下吼。副执行长，你认为咱有才调做到像美国如此这般第一认得，尤其恁家己社工，恁家己上了解啊？我感觉吼，这讲甲文化、甲思维价值有关系，因为家暴进前都是处理家己的代志，然后后来家暴法立法之后，就变成是一个看重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被害人的防治的服务。但是现在这几个事件，其实让我们正视到说，其实家暴是一个犯罪问题啊。如果它是犯罪问题，事实上相关的检警的那个公权力，或者是都假咱伫讨论那些电子的那个监控的系统，
其实它基本上科技监控的部分都应该要思考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文化的转换，所以我们刚刚也会讲说，其实家暴法对于被害人那一块是相对是比较完整的服务。那不止保护令啦，伊嘛有做做措施的啦，包括庇护安置。但即马发生什么代志，24小时都可以寻求紧急庇护。其实咱拢有啦，拢有对，有啦，敢若有啦。不过即马出代志，迄相对人迄边较欠，比较欠缺。但是社工的能力咧，你敢有在调讲安像安尼，哇，每一个住宿每礼拜来个20啊，3不5时来敲电话。因为他会跟着我们那个进案的，就是它的阶段性。如果在前面危机的时候，当然会很积极。好，那但是后面比较稳定，可能就没有那么频繁。但是它基本上还是要跟我们社工的整个报案量也有关系，因为今嘛 loading 就多哎。好，所以社工有当时啊，你讲这啊，另外我讲这嘿，小刚 loading 讲就多啊，所以我当时啊，他真的只能集中在真的主动求助或有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对，你这不可不立就对了。嘿，这嘛真麻烦的，来委婉。其实我是感觉这美国的制度会当参考啦，因为其实台湾拢有啦，像迄强制处遇计划，这其实拢有，毋过比例足低，足低，就是讲即马一档是13万人的加害者嘛，应该说相对人的通报啊，要毋过强制处遇计划其实才2%尔，就是差不多3000人。所以讲，这比例当来讨论啦，是毋是讲，这评估的过程当中，需要强制处遇的、强制去辅导的啊，敢有需要甲提较悬的，讲大家拢来上课啊，社工去访查的这个比例当提较悬的，这会当讨论。要毋过我是感觉讲伫台湾上重要的问题是，咱的当事人就是讲，即个互人拍的即个人啦，定讲拢会心较软。这是安怎讲咧？就是讲，定咱第一线的警察啊，因拢定咧讲，互人拍了后，啊，保护令嘛摕着啊。要毋过，伊嘛是欢迎迄个加害者搁转来，因为因嘛是感觉讲，互讲的好啦，咱嘛是翁仔某嘛，啊，阮嘛是大做伙嘛，啊，可能。经济上嘛是靠阮翁，所以最后因两个搁大做伙。啊，所以警察定咧接到通报的时阵讲，哈，啊，哪会恁搁大做伙啊？啊，伊明明拢已经违反遮的保护令啊，为虾米你嘛是搁愿意互伊转来？啊，我是感觉讲，因为伫台湾可能家庭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也是讲这两个人的关系因。会感觉讲，这爱保护个人的这个意识，无像美国遮悬，所以定拢是被害人伊家己选择要转去找这个加害人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这款的问题，到底要安怎，互伊有较强制力，会当去甲因两个分开开的，这是咱会当讨论的。这吼。立法的当中当然要理解着讲当地的社会文化吼，伊也夫妻必须温啦，啊家和万事兴啦。但是法律上白纸黑字就写甲，既然你来申请着保护令，你着本身你申请的人，你着要来守法，你无守法就像头拄即个案例来讲，我囡仔就甲你带走，甚至我着必须爱。强制隔离，你两边都来强制隔离，唔那是这个相对者，这个申请啦，也必须来处理，甚至爱上去。不过也来问吼，上好恁两位吼变做一个人，吼自相书。但是我相信咱即马目前国家的资源应该是无法度同时间请到两位来做这项代志吧，自相书。其实我会感觉讲。为心理专业的角度来看，真正要安尼讲，就是伫台湾的相关的一寡资源，已经是比足侪国家更加完善啦。其实拢有啦。是对，所以我来看这件代志啊，法律的专业可能毋是我的专业，但是我来看的时阵，阮的心理师的专业可能会较去研究讲，安怎为
头前端的时候，就有办法去帮助辨识相对人。啊，是安怎？有诶拍袂离呢，拍袂煞呢？边拍边转来，边拍边转来。嘿，对，这就问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有几寡相对人，就是大部分都会被这个保护令给吓阻到，这是大部分80%的人是可以的。但另外2成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就要回到就是民众的一个观念。有几寡人伊有可能是有情绪控制，还是冲动控制方面的困难。啊，有几寡人是人格障碍的类型。比方说，在我们的心理专业上有一个专有的人格的疾患的分类，叫做边缘型人格。对，边缘型人格的患者，他是极度的害怕被抛弃。咱即摆法令内面，敢有即个相对者爱做这心理测验？哎呀，嘛有嘛。亲密关系暴力评估是一定爱做的。啊，但是我知影这个高手，这个所谓的跟骚法哈，你人高手，这个前男女朋友。嘛必须爱接受这个评估吗？大部分是应该爱有这个评估。我看即摆法令是无对这个前男女朋友做这个强制性。就是讲你要去申请的时阵，你就一定爱做。申请保护令之前，那个相对人就一定爱做亲密暴力关系评估，才会当迄社工也好，警察也好，啊未来检察官嘛好，啊就是看这张。看顶悬，伊是即个人是毋是较危险啊？需要来敢需要讲爱羁押还是安怎？拢是看即张。啊，咱即摆敢相对性内面有一个 item 叫做 anger management。应该按你讲，就是刚刚我们委员提到的那个评估，它是一个初步的评估。但是我们人格障碍的类别，或者说我是一个长期特质上就是有冲动性的困难，我的那个愤怒会在短时间内一下子飙到最极端的指数，这样子的情况不一定可以在一个初步的评估里面是评得出来的。这其实也是现行在评估上面的一个难。安尼咱就下课，咱就免讲啊。这无法度，这就是100%。无你嘛是在从那个违反保护令的人身上去找一些统计分析，去看看说能不能找出一些风险的因子。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也有那个亲密关系暴力风险的评估，但是那是在蛮前端的。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检察官他们可能一下子就要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看能不能找出一些所谓的风险因子，比如说他可能是有身心状况，或者是他曾经有严重的这个伤害史，或者是在离婚前后啦，或者是监护权。你安尼讲，我就分去啊。做一个检察官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搁爱知影心理。爱制度改到啥讲啦，迄唔是爱制度嘛。但是即摆律师，你敢有接触过相关的这种家暴的这个？大家拢在做。大家拢在做吼。对啊，真正大家拢在做啦，所以其实是卡拄仔讲的这种状况，我嘛是。像委员讲的安尼，其实是会当讨论的，甲讲的在执行长家讲的啦，就是讲有可能将检察官咧看这违法，因为保护令落，其实变成的人拢乖乖啦，讲实在话，有当时夫妻各拢有一张的，各有一张的，两个拢乖啊，这嘛该好啊，毋过总是有遐人无咧甲你管法律安怎嘛，所以伊若是违反了，代表这群人可能。人数个介少啊嘛，即群人伊本身就有遮个问题，啊伊嘛是真有可能的。阮讲袂当讲伊一定会限制，毋过真有可能伊就是会嘛，所以有可能为遮个人去看嘛，伊有啥物特质，会当讲去把它进一步筛选出来。啊，但以你的经验，你认为这种会违反的大部分是日常生活敢观察会出来？有当时啊，伊若咧甲你讲话，也是讲伊咧甲你的当事人讲话，阮有当时也会甲当事人讲，迄当然毋敢100%甲保证啦。毋过伊若是讲话，有当时颠三倒四，也是讲伊，你即摆来甲讲 A， 伊甲你回 B， 也是讲伊的情绪奇奇怪怪。阮会甲当事人讲，你可能家己要较注意，因为保护令会当保护你，毋过伊毋是。100%，伊嘛毋是。咱即马现行的法令吼，敢有一条亲像他带林律师所讲，凡事知情者不报，你就违反你知情的义务，
爱罚款，甚至爱食罪，咱有这种法令吗？这个心理师的部分，应该是有，因若知影，因其实是有需要去通报。医师若是知影讲有家暴的问题，伊嘛需要通报。毋过若是讲社工应该嘛是有啦，毋过有当时是厝内底的人，阮拢有责任通报。啊，即摆问题是，遮个拢是通报之后。毋是我讲法令法律顶头，敢有违反讲？迄专业的人士拢有啦，啊，毋过真侪伊嘛巧啦，伊袂甲专业的人士讲啊，因为甲厝内底的人讲啊，厝内底的人就想，我即摆若通报，阮家去互掠走要安怎？对。所以即摆问题是安尼，专业人士一定爱通报，嘛爱通报，毋过这就是甲美国上无共的所在。因会知影讲，吼，这我一定爱去报，啊，知影讲，甲我的囡仔可能爱分开，嘛是爱分开啊。啊，伫台湾伊就讲，啊，这会影响到我甲我的囡仔，所以我无爱通报。哦，就是安尼。宁可大家死斗阵，嘛无爱甲你活的分开。是。哦，啊，这。定拢是安尼。上后尾几分钟，我要请线顶吼，小陆。是。上后尾一个问题，我给你请教吼。你观察吼，在美国的处理这个家暴案吼，那保护令落去了，佮违反的比例有偌悬？一定是有啊，就是拢有，就是讲，因为吼，这加州的保护令，伊是在初步，若是讲 temporary 吼 TRO， 伊其实是民事的范围。你若是和邻居骚扰啦，前女友寄简讯骚扰，你嘛是会当去申请。所以伊迄轻度是可以很轻的。那违反保护令就是参像头拄仔讲的，可能若是普通人是讲啊，其实不管是讲你是要骚扰别人的人，还是互人拍的人吼，还是讲会拍人的人，其实在心理上吼，其实拢有会当要怎讲諮商的范围。啊，这是交美国的文化内底，心理諮商介入社区跟介入这个民众生活的程度较悬啊。头拄仔大家咧讲的，其实伫美国的华人同款的情绪，讲我若是拍囡仔，还是讲你袂当甲人讲哦，吼，你互人带走哦。有的爸母会甲囡仔吓惊，你袂当甲老师讲我拍你哦，吼，喂，你会互人带走，你就看袂到妈妈哦，吼。伊这情形伫美国拢同款，华人 Chinese 拢同款，所以。是讲这个保护的网，譬如讲，我的同事人有互老师举报的，我偷偷打给老师说，哦 ，I'm so，我足惊吼，老师就通报警察，有足侪，就变做讲，我会讲道德勇气，就讲大家伙仔是拢有知影讲，这是咱唔是要该保护伊分开，咱是该要该帮助，所以咱即马是应赶快通知，是要赶紧做紧急处理，了后吼。进入心理諮商，两边儿童、妈妈、爸爸全部都在諮商呀。当然强制的部分是加害人，儿童的部分其实也几乎是强制一定要评估的。我每天也都可以接到这些案子，就是包括强制儿童进行看见家暴的心理评估有没有创伤。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加强的部分，因为美国有一个局哈，不是社会局，叫做 DCFS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专门在处理儿童和爸母拍，还是讲家暴，还是 family 的就是讲这下岗是完全在负责家庭的事件。有啦，咱的卫福部内面哦，你看儿童福祉署啦。相对性吼，只是讲成立应该超过5-6天吧吼。相对的能力啊，我这都就是应该吼。袂较济。我要问律师上要一个问题。是。像他多安尼专班性吼，哇，这个心理师介入哦，莫怪加州的税较重啊。无唔对啊，实在你这种公部门的支出嘛吼。是公部门的支出。但是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是因为大家今嘛对凯案件、虐儿、家暴，这拢是 family 的。咱在台湾人与人很密集，家庭的关系，还是讲你就讲要怎讲，人密集，你迄冲突其实是更容易发生。
霸凌还是啥，这拢会当介入的。所以，若是讲你若看重对妇女、对家庭、对儿童的保护，这应该要投资按是讲加强，吼而且嘛是，这嘛是创造这个青年的就业机会啊，互更较侪社工交心理师有较合理的工作的所在范围，做公务员啊。所以其实这毋是袂当做的，吼，咱会当思考啦。是感谢小罗刷来点时间请4位来负责向着。我要请问想要一个问题，恁即马人力完全不足，那么通常恁介入这个家暴案的比例偌悬？其实即马你若通报13万件其实每个县市它的开案率大概从2成到4、5成都有，所以你说大概通报案量大概有一半是没有开案，没办法开案的。对，那当然也跟重复通报啦，或者是无效通报有关真正的开案大概是2成到4成2成到4成。这样恁通常的业务比例偌悬？比例，恁有当时做别行啊？无，阮专责家暴都是家暴的人，都是专责伫走。毋过前端拢是县市政府伫走，县市政府的家防中心，因做未来后端就会给我们。因做未来。系啊，因做，比如讲以新北市为例啦，新北市的家防中心有几个人力？差不多嘛是有要到百几个哦，我详细的我唔知。100几个。毋过伊个委托5、6个 NGO 帮他做后面因为的确新北都是做最案件的，然后他还有委托了5个妇女机构来做后续的协助，都是因做初步的危机处理。你还个维护期呢？维护啊，系啊。委员。是，我最后补充一个，伫台湾再犯这个保护令的比例是4成，其实足悬的。搁会拍人的是2成，所以其实拢足悬的啦。我是感觉讲，像这就是像我拄则讲的，强制处遇计划爱加强，社工、心理师大家做伙来，这个量能拢爱提悬最后一定是安尼啦。来，老老师。好我用国语好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理专业里面，其实还是会强调，比起事后再来做亡羊补牢，我们还是赶快在前面就有办法辨识。你讲头前是偌头前？就是譬如讲，已经是就是有人已经知道说，我现在在谈恋爱的过程，然后我可能碰到就是我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从这个前端就已经可以去谈说，为什么你伴侣的选择会是比较偏这种类型的？明明对方有一些高控制或者是一些骚扰的前端的很微小的举动出现了，他明明已经有一些害怕的感觉了，但是他不会去拒绝。如果是在就是受害方这一方的话，我们可以从很前面就已经开始去陪他讨论，那他就有办法去做出一个新的选择。是，这其实还是社会教育咯。对，要回到教育的层面，辨识危险情人。哇，这学校我知影讲，即摆青少年的这个社区啦好，还是学校有老师在教这啦。有啊，其实起码拢有在教育，情感教育，尤其是男性要尊重。因为现在起码课纲拢有课里来。这种人，咱来直接来谈这情感的教育。来，老律师。我那讲的，其实卡拄仔讲的法律这拢会当去研究啦。比如讲检察官遮会安怎去互因更较注意这块案件，去提高警觉安尼。毋过实务上有一寡代志爱提起被害人啦。其实像最近发生一寡案件是安尼，有当时被害人家己去那个安置中心了，就感觉讲不要紧啦，我已经伫遮，安全啊，开直播。甲害人知影了，就甲迄个安置中心的资讯放伫咧帮楼顶头，个出代志啊。所以政府有伊爱做的代志，毋过有当时被害人这边嘛是爱意识爱清楚。可是有当时你真正是爱特别去看，你就是这人若是无啥正常，你真正个莫讲，我真正我一定保护你啊，我无咧甲你吓，我无咧惊你啊，袂当有这种心态。你有偌远，真正是秘偌远啦，因为名单有一条，迄是你的足珍贵的，迄无爱甲拼，真正莫甲拼。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第一要有法律的这个相信，啊嘛要有这个意识，吼。而且你唔是当事者，你是旁观者也好，还是甚至是相关人等，你嘛要有这个义务，爱去觉察讲，这可能有危险，爱来通报。不过咱一般吼，咱大家拢唔知6月27是家暴日，吼。啊，咱平常时咱处理当做啥物代志？咱一般人，咱有这个家暴的专线，然后去通报吗？啊，就上简单的，就是113啊，这是保护专线啊。你若性侵、家暴拢会使，跟骚黑拢会使，卡这个电话咨询啊，或者是通报，拢是113。嘿，哦，这我即摆囡仔大概我拢知影这3个啦，113啦。但是可能快时大了，可能也较唔知啊，关。是。哦，感谢四位，谢谢。